歡迎收睇去室內遊樂場玩一日嘅 Vlog 啊！80種項目一票通行，佔地1萬坪，唔係玩傳統機動遊戲啊，而係黑科技沉澱式體驗。機械廢土風坐落喺深圳大悅城，想講呢個高拓展真係超刺激啊！行上去真係腳都已經軟埋啦。攀拉高就係一個真人感官嘅挑戰，好似坐入咗元宇宙咁。機甲樂園就係沉浸式玩 VR 嘅。CS 組隊挑戰，同隊友一齊殺敵啦！沙塵漂移係 RC 全港首創，仲有攀岩多條賽道，新手高手都啱玩。上到6樓仲有 VR 嘅超級大空間，春風450真係型到爆啊！翼裝飛行真係好似喺天上面飛緊咁樣，仲有保齡球、淘金沙、飛鏢呢啲項目，連細路都啱玩。手作工作坊仲可以自己 DIY 中意嘅拼豆、手袋，場記得即刻綁定埋冒險島，邊玩邊儲積分，換埋禮物先走。下次見啦，拜拜。